这个竟然是跟我们这边的手紧是相反方向呢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开呢，竟然顺时针是开呢。拿下来以后要用，用胶带把它套紧。这个方向又弄错了，到底哪一个方向才对啊？你看，要打开的时候还要有一根那个什么钢钉呢，插到那个孔里面，然后固定才有办法开这个螺丝呢。还要用这个套筒呢，你看这个套筒呢，套进去才好，这个力臂还要够长，要够长才好用力，不然那个短短的都不好用力，要这样套住的比较好用力。这要包好，免得不见了，没有那个零件就麻烦了。这里面马达这个接那个抽水机是很方便的，但是你看这个是牛油还是什么油？那可能有需要就要抹那个油。你看这里有空，接这个空，要拆开要先用那个钢钉插进去，然后才有办法。你看，这个是反时针方向手呢。你看，你有没有看到手紧了？然后开的时候竟然是跟我们这边相反的方向呢。这样通常转的时候它会一起转，所以你看这边要插钢钉啊，插钢钉或者是螺丝起子那个铁比较细的，这样插进去固定才有办法打得开啊，才有办法扭得开啊。然后拆下来的话，要照那个顺序把它放好，用胶带把它固定好，才知道要怎么套上去。打草机接那个什么角磨机的，接那个么角磨机就是什么机啊？电钻那种。这里比较不会高热，比较不会有草跑进去。